中國的福建號航空母艦呢，昨暗時軟過咱的台灣海峽，國防部就隨公布監控的畫面。即馬面對這台海的局勢，今年新設的教條呢是有加入這無人機、甲海馬斯等等新型武器的訓練。同時，咱國防部也建議講，要讓這志願役退役的查某官兵也來加入後備的教條。相關的草案目前還在審議。面對敵情威脅的快速變化，為着提升咱國動員義警的整備時間，國防部今年開始全面實施14天的後備軍人教育調集，正式取消過去參加一屆的14天會當拄2屆的舊版鼓勵機制。照現行法規，以4屆為限來算，等於講若是逢點好點滿，教育調集上濟會當到56天。若無人機等新式武器的訓練嘛，以原兵歸原位的原則正式納入課程。所有兵種回去去用教召登記。攏會摸到無人機嘛？對，2個小時。2點鐘給他介紹無人機、遙控飛機也無講了，差不多啊個。各軍種可能編的時間是不一致的。國防部最近也研究修法，要將理性後備軍人納入後備役的管理甲調集。不過，說服外界改圖做全體理性落來教育調集，各立項也趕緊駁回。民眾誤以為說全國所有女性都要納入教召的對象，實際上並沒有嘛。我們現在又沒有對女性要服役役嘛，所以女性會變納入後備軍人編號，一定是她自願。目前這是國軍的即時備戰操演，23在台灣海峽檢獲中共上新的航空母艦福建號通過，軍事專家研判應該是完成以後續的艦體甲裝備的調校工課，準備赴南海部署。它在飛行甲板上面並沒有部署任何的軍機，那很可能就是到南海再跟它的海軍航空隊的殲15以及殲35進行這個編組，進行另外一段的組合訓練，這是它可能的動向。相對的，中國的遼寧號航艦日前也結束在台灣東南部海域跟菲律賓海之間的演訓，北返華南的基地。這顯示中國的航線戰鬥群已經日趨成熟。國防部表示，相關動態攏有充分掌握，蘇指揮提醒中共佇西太平洋甲印度洋的部署，互各國高度警戒。目前聯合其他的民主國家形成海上的共同安全網，已經是重要的關鍵。記者綜合報道。